来看宜兰头城昨下晡呢，有一个21岁查某囝赛车载爸爸妈妈小弟出门行村，伫滨海路二段，可能是变换车道的时阵，和后壁的车相压，伊规台车是失去控制，先去撞到分隔岛，搁再去撞到人家厝的条仔，害坐伫后壁妈妈当场是失去性命现象。这妈妈送病院了后，有关是救不回来。画面中，一台小客车开伫大路，却是无细力去撞到爬伫外边车道，切入来内边车道的头前的车，造成这台车一时失去控制，先去撞到中央分隔岛，随后撞到边仔徛过的条仔，砰一声真大声，民众拢惊一个。很大声，砰一声啊，到那个柱子那边了，那个花盆那边都坏掉了吧。弄个真大力，造成车头严重拢猫落去，现场物件拢当作塞歪。代志发生伫初二下晡2点外，21岁姓吴的女子载爸爸妈妈甲弟弟出门拜拜，由宜兰驶向台北方向。不过经过宜兰县头城镇滨海路二段时，伊敢若因为变换车道时，甲后壁20岁姓张一个开车的人来相撞，伊甲老爸坐头前拢轻伤，不过坐伫个后壁倒边的老母是当场无性命迹象，送医了不治死亡。双方驾驶经警方实施酒测，无酒精反应。肇事原因待后续调查厘清。根据了解，死者这姓夏的查某人是台北中嘉病院护理师，拜六拢有登去宜兰总院，加开早餐店红西斗3工，一家人车里想要去庙行村，无想到发生这个遗憾的代志。后车的那一辆 BMW， 它是直接冲撞上来的，然后它时速从车上的记录器上面看到是从60直接加速到110，直接撞上去的。你安尼赛车赛啊？啊，你当心拢袂当。这姓张开车的人找衫去死者厝内底烧香致意，不过家属拢真伤心，并且认为车祸原因甲伊开车伤紧有关系。不过详细造成事故原因，宜兰台警方进一步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